大家好，我们是苏法努峰大学的学生。我叫王斌，我叫潘伟林。今天我们要采访中国人，我们的题目是什么？我们的题目是关于中国人在老挝生活怎么样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好，我们要去问问吧。你好。你好。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白宇，然后来自四川广安，中国的四川广安。好。那你从哪里来的？我从中国来的，中国的四川广安。从四川广安。那你在老挝工作还是来旅游？我是来工作。你是第一次来琅勃勒邦吗？不是，我之前在这里已经四五个月了，我在琅勃勒邦。好。说到琅勃勒邦，第一个你想到是什么？关西瀑布吧。关西瀑布还有吗？还有老挝菜也非常好。老挝菜，对。老挝的食物，这里的食物也非常好吃。那你觉得琅勃勒邦人的性格怎么样呢？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善良，很真诚，都非常的热情。好，谢谢。你在老挝生活几年了？我在老挝生活半年，6个月。好，是旅游还是工作呢？我是来工作。你去过琅勃勒邦的什么旅游景点呢？在琅勃勒邦关西瀑布然后还有老皇城，还有步行街。哪个地方是你印象最深的？夜市吧，吃的很多，人很多，非常热闹。你喜欢吃老挝菜吗？喜欢。什么菜？大马蜂。还有吗？大马蜂很好吃。还有老挝火锅什么的，还有那个竹筒糯米饭。好，有机会我做给你吃。可以，非常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现在我们的采访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